我今天看到，我跟你讲，我在讲2016年1月16号，我是支持小英的，我怎么不是？可是你怎么搞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没有贪污，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啊，不是吗？好。好，我们记者会即将开始，请大家找到座位坐下来哈。那我跟您顺着请问您脸书的 po 文，因为您好像特别有提到说第三航厦因为政治利益介入，因为声音朋友回击说认为您是因为双子星不满才会这样子的发言，以及他说您的5大弊案是什么力的介入导致无疾而终，要您说清楚。慢慢的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不需要指出问题的人了，也不需要发现问题了。其实我们现在需要是解决问题的人。所以像社子岛这种禁建49年的，如果不是像这种个性的人，没有办法解决。我一定要把社子岛解决掉。不可能一个地方禁建49年，明明就住1万多人，怎么禁建49年？睁眼说瞎话。所以那一定要解决的。今天在讨论那个环南市场，帝国在鱼市场也是一样。那个环南市场拖了18年开工，今年年底要完工的。可是我外面那些违反土地分区使用管制，在住山区在做批发厂的，我那一下怎么处理？这个要处理要面对嘛。所以是这样的哦。郑运鹏我知道他是念台大土木系毕业的，他也是高知识分子嘛。人家批评你，要回去深刻的反省。这个道理我们被人家批评，是不是真的错了？我们哪地方改进？我们都希望台湾好嘛。我今天看到，我跟你讲，我在讲2016年1月16号，我是支持小英的，我怎么不是？可是你怎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没有贪污，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啊，不是吗？好。他们两个都还没见到面。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见过面，因为在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他们常常市场晚上会消失或怎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嘿，这个没办法回答你。嘿，其实我跟他们团队大概本来就认识，那要打电话跟打赖都没有问题。那平常大概就是阿美达那边大概会跟我联系，就是说如果他们有发布什么讯息，或我们这边有什么讯息，大概要事先稍微讲一下。所以我们平常打电话都有在打。那有时候打一打，刚好老板在旁边要交代几声，那有时候对也常常会就是给老板交代一下，然后其他时间大概还是我们幕僚在联系。一直在忙着写这个党纲的部分，听说已经完成，在修正当中。对，昨天晚上因为从那个苗栗回来，我们又再开一次会。那党纲的部分大概因为有点急啦，那就是8月6号之前，我们要先送一版到内政部去。那等一下下午我再回去再 check 一遍，大概我们就明天大概就会确定。内政部这边的状况，有没有顺利？秘书有在联系啦，那他是。承办觉得说他压力很大，但是他们还是有告诉我们他们会依法行政。那成立大会当天会邀请郭董到现场吗？好问题，我来想一下。还没有讨论到。对，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什么邀请卡啦，但是我们有做了 EDM，因为有些科粉啊，或者有些好朋友他们会想要来。那我们大概会是一个比较柔性的政党，所以我们没有很去做什么纸本的那个邀请卡。然后被你这么一提醒，我回家想一下，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各政党的党主席或党秘书长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那个亲自去邀请？这个我们下午开会再决定。